川普的关税政策冲击大国，金管会是宣布股市限空令要搁延长1礼拜到4月18。另外，受到关税影响的，也搁有咱的龟头岛，也就是北欧虎。全台湾有7成是销对美国。农业部强调会开发国内外多元的市场。然后行政院表示讲，上紧伫咧后礼拜议会会通过880亿的特别条例草案来维护咱的产业。 台东渔民甲现老的飞乌虎运进花，部分店头是甲飞乌虎落鼎钱变做美食，民众食甲真欢喜。不过，全台湾飞乌虎有7成销去美国，美方是宣布要用对点关税，虽然有90天的高关税接满期，不过不少渔民也是烦恼无确定性伤悬，产业链可能会失衡。当然嘛惊，一定会惊的。 主要给帮盘的喏。对啊，90天之后呢，那个不符合成本啊，鱼饵也贵，外劳也贵，油料现在也贵，每一天都大概2、3万的成本。 因为台东新港渔港是国内飞乌虎主要的产地，占全国1/3，产值上亿。农业部12特别到新港区渔会面对面了解渔民的需求，强调会强化金融支持的部分，加强伫内销市场、甲国外做多元市场的开发。不论是捕捞业者也好，或者是加工、贸易、出口的各端的这个业者之后，我们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金融上的协助。学者分析，台湾地缘政治的重要性、半导体的关键地位、台美经贸外交密切，国家台湾并无用报复性的关税，互美方认为咱台湾是模范生，所以列伫谈判名单的头前。台湾手头除了有半导体，也有美制这个谈判条件，不过谈判也是爱看是不是有占赢面。你要谈 FTA 应该不太可能，可是你鼓励台商要去美国投资，那你是不是可以更新或强化台美的投资保障协定？学者分析，关税谈判可能需要真侪届来回谈论，南方应该都要以维持10%做基础，和台美以双赢方向来谈判。嘛，建议政府会当趁这届关税的冲击，考虑主动对全球调降包含汽车、农产品、保健食品这个保护性关税，来应应世界贸易的变局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